米迦书第7章，以色列人的腐败。我惨啊！我亲像一个人，热天的果子收成了，葡萄拢满了，找无规拍的葡萄通食，连所爱偷水的无花果嘛找无。地上忠实的人拢消失，世间无正直的人，所有的人埋伏要杀人。逐个用罗网当伊的同胞，因的手全做歹代。大神甲审判官讨贿赂，官员公然要求因所爱的，因互相勾结，计谋做歹。因中间上好的，不过亲像刺皮；上正直的，亲像刺仔篱笆。你的守望者所警告审判的日到啦，混乱的日近啦。毋通信任厝边，嘛毋通倚靠朋友，甚至对亲密的某讲话，嘛着小心。惊藐视老爸，查某囝甲老母作对，新妇忤逆大家。人的对敌是家己家内的人。毋过我要仰望上主，要听候上帝我的救主。我的上帝会听我的祈祷。上主拯救伊的子民，我的对敌啊，免为着我的遭遇欢喜。我虽然跋倒，嘛会阁起来。我坐伫黑暗中，上主做我的光。我着忍受上主的受气，因为我有得罪伊。我要听候伊为着我的案件辩护，为我主持公道。伊会带我进入光明，互我看到伊的公义。彼时我的对敌看见，一定真见笑。因捌体笑我讲：上主，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会亲目看见对敌亲像过路的土糜受吞踏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重建城墙的日到啦！迄日，恁会扩展恁的领土；迄日，恁的同胞要倒转来，对亚述到埃及，对埃及到幼发拉底河，对这个海到迄个海，对这个山到迄个山，因拢要倒转来。毋过这个地会因为居民的歹行为变做荒废。上主怜悯伊的子民，上主啊，求你用你的管牧养你家己的子民，就是你的羊群，你的产业。互因踮伫有青翠草场包围的树林内，无受骄插，亲像古早伫巴山甲基列安尼，甲因牧养。上主讲：我要亲像带恁出埃及的日安尼，显出奇妙的神迹，互恁看见。列邦看见，会因为家己的气力见笑，用手黄喙，耳孔塌地，因为亲像蛇子涂粉。亲像得瑟的动物，袅袅带对味的空出来，因为惊惊吓吓归向上主咱的上帝。上帝啊，兼有别个神明袂当甲你比，你赦免罪过，宽赦所剩的子民犯的过失。你无永远肯受气，反正意爱怜悯。你话过一遍怜悯阮，将阮的罪踏伫骹底。将一切罪过迄着深海，你一定照你古早对阮列祖立誓的应允，用信实对待雅各，施了阻碍予亚伯拉罕，